有时候我在电工厂啊，航路的世界啊，就会开始有灵感啊，哦，然后就会哒哒哒，就会开始有一些灵感，想要有显力另外一个就是想要开始记录一些东西，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在路上唱歌很尴尬，然后在路上吹这个不尴尬吗？其实它也是一种尴尬，但是就是因为它会有一个滤镜，它听不太出来是我的声音，哦，然后我就会自己到那个公园旁边，然后拿手机，然后就开始吹，嘿哦，嘟嘟嘟嘟嘟，你会溜起来呢？对对，你都已经到了公园，还可以唔俾用窗诶，还可以用盆。台北嘅公園動到你嘅，哦，嘿哦，電到會係啊想講用日嘅可以減冇用嘅啥？誒，假使如果向前冇彈講，盆盆睇下彈。好啊，而且這個卡祖笛，我發現就是他在處理高音跟低音的時候，只要不要是過高跟過低的聲音，都會處理得很好，所以他就會聽起來很像那種人家 demo 不是會放一個笛子嘛？比如說像我的歌，比如說어떻게 이니 가 보고 싶어，然後在 demo 裡面聽起來就會是嘟。它就會聽起來是一個很平均的聲音這樣子，然後我就覺得這個聲音彈起來濃厚，因為它有一種很中庸的感覺，然後它比較不會影響到我寫，比如說，因為我亞哈下客家歌誒，都係顯你老歌曲歌詞打起來就是腔哈出來，所以我就會有時候還不知道寫什麼時候，我就會亂念一些語韻，比如說噠噠噠噠是坡，噠噠噠個坡，就會自己有一個語韻，比如說 O 韻這樣子，我就會先把它寫下來。但是因為我還沒有確定愛編乜嘅文字進去，然後我就會先用這個把它記起來，然後再把文字另外在那個備忘錄再先寫起來，這樣子，我就覺得它因為很小隻，然後很好用，對對對對，又很可愛，這樣。嗰種隨時就會帶燈，隨時就會帶。上到嘅都可以按嚟配一下作曲。嗰種作曲嘅方式佢貼配行係用日嘅樂器。我會用這個，或者是用 guitar。但是因為我彈吉他的 pattern 就是都蠻像的，我喜歡的節奏蠻像的，比如說強用嘅節奏就會下出強用嘅，差唔多，對，差不多的歌誒，所以我現在就會盡量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寫，然後這樣子的話比較可以寫出不同的東西。那像卡祖笛，因為它的聲音很輕快，有一點像小喇叭的聲音，所以它蠻適合用來寫一些舞曲啊，或者是比較振奮人心的歌。對我來說啦。